集，約瑟夫和羅曼，爺爺奶奶家裡的秘密通道和寶藏。這個週六早上，約瑟夫和羅曼非常興奮，他們打算和祖父母一起在呂貝龍鄉村中心花園盡頭的古老石谷裡度過週末。一座充滿神秘感的建築，吱吱作響的門，古老的家具和布滿灰塵的角落，散發着蠟和舊木頭的氣味。你認為房子裡有秘密通道嗎？羅曼尼問他的哥哥，他的眼睛裡閃爍着不耐煩的光芒。這是必須的。他年紀太大了，不可能不隱瞞雜麼事。約瑟夫自信地回答道。吃過豐盛的午餐，西葫蘆焗烤、烤雞和蘋果派後，孩子們請求允許去閣樓玩耍。小心點，別碰到舊箱子，奶奶勸告他們。閣樓上，借着布滿灰塵的天窗的光照，約瑟夫和羅曼開始了他們的探索。盒子，鋪着白床單的家具，成堆的舊書，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但引起他們注意的是房間後面的一塊破舊的大地毯，他肯定有雜麼事情要隱瞞。約瑟夫驚呼道。他們費力地拉着地毯，下面是一扇木製活板門，用一個簡單的生鏽門栓鎖着。你認為我們能打開它嗎？羅曼既好奇又有點擔心地問道。當然，這肯定是一條秘密通道。約瑟夫用在工具箱裡找到的一把舊螺絲刀打開了門栓，活板門嘎吱一聲打開了，露出了一條鑿在石頭上的狹窄樓梯，通向黑暗之中。開始了。羅曼娜呼吸了一口氣，明顯地，這對我們來說是一項使命。他們手裡拿着手電筒，小心翼翼地走下來，空氣涼爽而潮濕。樓梯盡頭有一條小走廊，通向一個地下室。在一個角落裡，一個帶有金屬邊緣的舊木箱正在等待他們。你認為它是真正的寶藏嗎？羅曼問道，他的心怦怦直跳。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找到答案。他們小心翼翼地打開了箱子，裡面有一塊舊懷錶，一個小盒子，一本封面磨損的筆記本，一張地圖和一張一對夫婦和兩個孩子的黑白照片。也許他們是爺爺的曾曾祖父母。羅曼驚呼道。但讓他們高興得跳起來的是地圖。花園裡，靠近那棵老無花果樹的地方，畫了一個紅十字。這是一條線索，真正的寶庫。約瑟夫喊道。他們跑回去，關上活板門，然後回到花園，心臟怦怦直跳。爺爺，我們可以去無花果樹附近玩嗎？約瑟夫天真地問道。當然。但是不要打擾樹根，爺爺毫無戒心地回答道。來到無花果樹下，他們開始用小鏟子挖掘。那裡，我聞到了一些味道。羅曼喊道。他們拿出一個金屬盒子，盒子已經關上，但沒有密封。他們跑到露台上，爺爺正在看報紙。爺爺。看看我們發現了雜麼？他感到好奇，便放下眼鏡，打開了盒子，裡面有泛黃的信件、一枚獎章、一條古董項鏈和一把小金鑰匙。好吧，孩子們，你們剛剛喚醒了整個家族歷史。他感動地說道。奶奶收到警報，也隨之趕到。他用手指握住了獎章。這是我祖父的，我認得他，還有這把鑰匙。我想知道他是不是餐廳裡舊餐具櫃裡的那把。
他們一起去打開那件舊家具，在最底層的抽屜裡，他們發現了一本日記、老照片和一張來自另一個世紀的鈔票。你所找到的不是金子般的寶藏，奶奶說道，而是故事、記憶和根源的寶藏。約瑟夫和羅曼聽得入迷了，他們剛剛發現了家族歷史的一部分。那天晚上，爺爺一邊喝熱巧克力，一邊給他們讀了筆記本裡的幾段話。他講述了農場生活、嚴酷的冬天、戰爭、生育、婚姻，一個過去的時代，卻活在手寫的字裡行間。睡覺前，羅曼對約瑟夫說：最終，他甚至比海盜寶藏還要好。是的，這是我們的寶藏。當他們在客房裡睡着時，床頭櫃上放着那張舊地圖。他們對自己說，那天他們經歷了一次永遠不會忘記的冒險。